神的同在何等的美好！当我们每次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赞美神，神就在我们当中设立他的宝座。神宝座设立之处，就是他同在之处。神同在之处，就是他安慰、医治、能力、祝福之处。孩子们，你们是有福的人。当我们赞美神，神的同在、神的医治、神的安慰、神的能力，要充满在每个弟兄姐妹的身上，祝福在每个弟兄姐妹的生命每个领域里面。跟你旁边说，你是蒙福的，你是蒙福的，千不要大大的祝福你，千不要大大祝福你。谢谢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希伯来书11章第6节告诉我们：凡寻求耶和华的人，要寻求神的人，要相信你寻求神必得赏赐。不是深信今天来到神面前的人必得赏赐，神的祝福、神的能力要超出所求这样的祝福，要充满在我们在座所有弟兄姐妹的身上。再次跟他们说，你是蒙福的人，你是蒙福的人，天不要大大的祝福你，天不要大大祝福你。在座咱的这个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今天牧师深信，敬畏神的恩膏跟敬畏神的祝福，要满满的祝福在每个弟兄姐妹的身上。坐下之前，跟你旁边说，你充满敬畏神的祝福，你充满敬畏神的祝福，彼此祝福就可以坐下。哈利路亚，阿门，阿门，阿门。如果今天聚会的时候你已经预备好有带圣经的，请你把圣经拿起来。如果你习惯是用手机点圣经的，也把你的手机拿起来。请你举起你的圣经，认真的跟牧师说：“这是我的圣经，定义我的生命，宣告我的产业，命定我的能力。今天我要领受神的话语，我要大胆宣告，我的心思警醒，我的内心敞开，我必要焕然一新。奉耶稣基督的名，大家一起说，在这场的献给耶稣。哈利路亚。牧师深信，今天在座的每个弟兄姐妹都是敬畏神的人。孩子，当你敬畏神，神的恩典要如影随形，充满在你生命每一个领域。有时候你在敬畏神的时候，在这个过程，有时候你付上的代价，你非常的辛苦。但是神说，孩子，因为你对我的敬畏，我要加倍的赐福在你生命每个领域。牧师的教会在今年的7月考试放榜的时候，有2位姐妹，她们在去年她们考研究所的时候，她们落榜。但是就在1整年的当中，他们以神为主，他们把时间放在神的上面。他们说：“神，我愿意爱你胜过我自己。”所以他们把时间分别为圣，于是殷勤的跟随神，殷勤的服侍神，殷勤的爱神。当他们这样服侍神的时候，他的亲友跟他说：“你前年就落榜了，去年又落榜，今年不可能成功了哦。”这个孩子说：“这是你的看法，但是我知道我在神里面的命定。”孩子们，永远不要因为别人的话而拦阻了你对神的信心。别人有别人对你的看法，但是你要相信神的应许，神的祝福必要成就在你生命当中。跟你旁边讲神的话语，神的命定，要充满在你生命当中。于是我们这个孩子就认真考试，认真考试。他考上了辅大英文系研究所的时候，在考的时候，感谢神，他这次考上辅大研究所的是第2名的正取，所以非常的高兴，说牧师，我那个辅大放榜了，我录取了，哈利路亚！说哇，这孩子怎么那么厉害啊？一下子呢考上了辅大，后来呢又考上了淡江大学的英文研究所，然后又正取又录取了。我说太厉害了吧！前几年都落榜，今年考的全部都上了啊。后来他说牧师，我又考上了东华大学华文研究文创所。我说这样啊？他说牧师有恩典的，因为过去呢东华大学的文创研究所，他们每一年只录取3个学生。因为今年联合招生的缘故，所以录取了7名，而他刚好恰巧独第4名，所以就正取录取了东华大学华文文创研究所。哈利路亚！让我们掌声献给耶稣。孩子们，有人对你的未来有他的看法，但是你要深信你的一生在神的手中。阿门。在上个月，牧师回到林园教会服侍的时候，那么刚好因为孩子放假，所以呢就陆陆续续回到家里面来。牧师还记得曾经跟你们分享过一个故事，这个人叫做刘进恩，进恩哥对你们来讲因为是大四的学生了。进恩哥国中的时候就开始在林园教会弹琴服侍神，敬畏神，非常爱神，每个礼拜都认真服侍神。只要轮到他司琴，他就在那个地方；只要轮到他司琴，他就在那个地方。
非常认真，但是成绩不好。哎，牧师怎么会这样？当然了，牧师问一下，请问每一个礼拜很爱神的孩子，每一个礼拜都来教会的孩子，成绩一定会很好的？你觉得这样子，把手举起来。你觉得来到教会的孩子，每一次都敬畏神，成绩一定会很不好的？把手举起来。你认为每个礼拜都来到教会爱神的，有的成绩很好，有的成绩不太好？你觉得这个才是答案的？把手举起来。对呀，哪有每一个人来到教会，每个人成绩都很好？当然有很好的，阿门。但是有的就是爱神，但是书读的成绩就是那样子。这个孩子就是这样，所以金恩哥他国中考高中的时候就考的，大家都觉得很土。考完好啊，那个读高中了，高中读着，准备考大学了。大学呢，在学校考模拟考的时候呢，成绩出来，连爸爸妈妈都傻眼了。后来终于下定决心说，这个分数再这样下去就不行了，所以就跟金恩哥说，你成绩这样哦，不然这样子加个数科好了啦，加个数科可以加分，不然你学科都考成这样，加个数科看能不能加分加上去啊。后来就在大学联考前，用3个月的时间去学了美术，学画画。所以呢，好就去考试了。那么考完试，那么之后呢，就有那个叫做那个通知，要有那个叫做面试的通知，有3间学校来通知他可以去面试。第一间学校叫做华范大学，第2间是文化大学，第3间就是台东国立大学。所以呢，这3所学校呢，就已经告诉他说，你可以来面试啊，做那个面试。那他的妈妈呢，心里想说，南部的孩子呢，他看到这孩子的3间通知的时候呢，心里想，我儿子有可能，最有可能是华范。但是呢，华范呢，牧师在台北呢，我有一个很敬重的牧师张瑞贤牧师在台北，我问他意见一下，所以就打电话到牧师馆来了。他说：“张牧师，我的儿子呢，这次呢考试呢有3所学校给他通知，那么这3所学校呢，分别是华范文化跟国立台东大学。我再怎么想。”他比较有可能是在华范，如果他去华范，你觉得怎么样？我就在电话当中很认真的跟他说，如果孩子从南部到台北只是要读华范，就不要来了啦。他电话还开扩音呢，结果今天走在那边，心里想，我怎么迷茫啊？所以听完了我的建议之后，他竟然略下一句很狠的话。你说牧师他略下狠话，对，他略下一句狠话是这样子的，他说：“妈，如果我考不上日间部，请让我去读夜间部啦。”就冲出去了。你看这个孩子，从小在神面前就是这样爱神，但是要考大学考成这样，所以呢，他的妈妈呢就说：“牧师你看怎么处理啊？该考到家，出去骑脚踏车，散心啊。”后来他的妈妈在电话当中我说。那老师，你觉得这3所学校，你比较期待他读哪一间？他说：“当然嘛，国立台东大学。但是啊，我老爸天的成绩我难得记得。他成绩可能是最不好的，但是恩典可能是最多的。还在你一生当中，有时候你的成绩可能是最不好的，但是牧师跟你讲，你因为爱神，你会在神在人面前得恩宠，天父就这样祝福你，阿门。后来呢，我们就在祷告，要考取国立台东大学。就祷告，结果祷告的时候呢，后来他就去面试了，考国立台东大学哦，放榜了。放榜的时候呢，他的术科，他之前考试的学科跟术科的成绩出来，再加上他面试的成绩，他面试的成绩竟然98分。因为他们要笔试的，所以笔试就是画图哦，画完之后老师说：“哇，这孩子怎么那么有才华？给他98分呢？”我心里想说：“太厉害了吧，这简直已经接近毕卡索的阶段了。”于是我就打电话给他阿姨。事实上，金恩有一个二姨，她在台北教画美术，是儿童美术非常有名的老师。牧师的孩子曾经学师在这个老师的之下，所以呢，我就打电话给他的阿姨说：“郑老师，你太强了吧！金恩3个月就学成，考98分的画图，太厉害了吧！”老师，他哪有时间来台北学啦？他在高雄随便找人家学的啦。我说这样哦。那随便找人家学还能够考98分？他说：“牧师，我从小画到现在，我也没有画过98分的啦。”
为什么他98分？因为老师看到他就想要收他为学生啊，所以直接分数就加上去就98分了啦。你就知道嘛，美术嘛，怎么样？美术才能看的啦。那么毕高手一起看有啦，我讲看不啥有啦，但是没开最钱，你讲对不对？我对啦。但是感谢神的恩典，他就因为在神在人面前蒙恩宠，他就得到了祝福，于是读了国立台东大学。在今年上个月10月份的时候聚会的时候，牧师在林园教会分享的时候，讲到这个故事，他的爸爸还流眼泪说：“神啊，你大人的作为在我们全家里面。”哈利路亚！跟你们讲，这祝福是你的，敬畏神的恩膏，超出所求生的祝福，要充满在你生命里面。用掌声献给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亚洲杯的时候，我跟魏牧师想要为我们中华队加油，于是我们要为中华队加油。只要中华队比赛的时候，我们都打开电视，时间允许的话。结果看到一个高个儿，他的名叫做罗锦龙，他代表着我们中华右投手，当然他是右手的。他看到他说：“哎，牧师，这个孩子我认识哎。”哦，在我们惠民牧师年轻的时候，更年轻的时候，在台南神学院读书，然后曾经在看西街教会实习过。那时候他在看西街教会就当神学生，每个礼拜去带团契，在教会里面有一个孩子，每次来到教会，全身肮脏流汗，不修边幅，每次来，然后全部的汽油全部都坐过去。你说牧师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没有洗澡，他是打完球才去的。后来这个孩子就在看西街教会受洗归主名下，那一次跟魏牧师就看到这个孩子受洗了，然后心里想说这个孩子就受洗了，却不知道他就是后来神所使用的一个孩子，叫做罗锦龙。他在团契的时候表现怎么样？每次人是高高的，每次都迟到。但是满身大汗也没有洗澡，所以我未来有一个人没有洗澡坐你旁边，你要注意，还有可能就是罗锦龙。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你可能心里想说：牧师，这个高中在团契里面，这个孩子怎么有未来？刚刚我拍球，乐基基那这歌的啦，我是要弄啊！但是你却不知道，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把最好最美的成就在你生命的当中。阿门！跟你们说，这祝福是你的。我看得出来，你拥有敬畏神的能力。天不要大大的祝福你。再送掌声献给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如果你有在圣经的，请你翻开创世纪22章1到第18节，讲到亚伯拉罕。创世纪22章1到18节，我们从第6节开始来看。创世纪22章1到第18节，从第1节开始看了，这是神对亚伯拉罕的一个呼召。这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你看见神在这个地方描述的有多详细？他说：“亚伯拉罕，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你就生这个而已，而且是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区，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孩子们，摩西说的是，这时候就好像神告诉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你最爱的孩子死定了。对，要献为燔祭，你要把它献给我。这孩子死定了，要献给我。但是他即使献给我，因为是燔祭，燔祭在我们的利未记里面讲到燔祭的是馨香的火祭，而这个燔祭代表的是神悦纳的一个献祭，所以把它献给我，成为我所喜悦的祭。”第3节，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2个仆人和他的儿子以撒，也劈好了柴，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到了第3日，跟你们讲有3天。这个路程不是说神呼召吩咐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把你的孩子献给我。”亚伯拉罕一时感动，一时冲动说：“好，你要我就给你。”早上一起来说：“孩子，给我绑好。”然后献给神之后，在那边为什么我要把它献给
冲动。不，神给你时间效率的。一直当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他有3天的时间，跟着他所爱的孩子以撒，在旁边走着走着，走着走着，儿啊，我们要去摩利亚山献祭。说爸，献祭真的很好哎，每次跟你去献祭，我都好开心哦。每次献完祭之后还可以吃羊肉。对，你讲的对。但是以撒不晓得，世上要献的人就是他。走着走着，晚上睡觉的时候说：“爸，快到摩利亚山了，好开心哦！能够跟你吃全羊大餐。”我说：“哦，是。”3天，到了第3天，也表示他们有相处3天的时间。而亚伯拉罕心中知道以撒要被献回去，以撒可能不知道。但是这3天，亚伯拉罕每天晚上他安静的时候，他都必须思想这件问题。神啊，你干嘛选？你选东选西，都不要选以撒。他是我的儿子，是我最爱的，是我独生的。你选谁都好，干嘛选他？干嘛讲亚伯拉罕没有这么说？亚伯拉罕没有这么说。呀，他听了神的吩咐，就把最好的献给神。其实3年的当中有很多的挣扎，但是他心中说：神，我爱你，我敬畏你。你要我这么做，我就这么做；你要我这么做，我就这么做；你要我这么做，就这么做。孩子敬畏神，在圣经的当中，每次讲到敬畏神的时候，圣经的英文写的是 fear，fear 意思是恐惧，但是圣经更深的意涵不是 fear， 更深的意涵指的是，因为你爱一个人，爱到一个阶段，你知道他在你的位阶之上，于是你心存一个线，一个叫做心存一个界限，你知道你不可以逾越，但是你爱他，你也知道他爱你，所以你就很尊敬他，你就自己保留那个阶段。但是你跟他很亲密，就像你跟你的上司很好，你看为你上司眼中的红人，但是你知道他还是你上司，你知道你是爸爸所爱的孩子，但是你依然知道他是爸爸，你不会亲密到一个阶段，你忘记了他是你爸爸。而敬畏神的意思是你跟神很亲密，跟我们讲敬畏神，要跟神很亲密，这就是圣经为什么说，当你跟神亲密的时候，你要有个密室的生活，你要跟神面对面。你要常常跟爸在一起，所以在我们教会里面，我都教导我们的孩子，跟神有3个原则非常重要。第一个，要与神很亲密；第2个，可以与神很轻松，千万不要太轻慢。所以，天父跟我们的关系就是那种很亲密的关系。你来到天父的面前，要觉得天父非常的爱你，有爸有天父，你就心中很满足。但是你不会越过那个界限，敬畏神。所以敬畏神的人，他知道神爱他，但是他心中知道有一条线，那个线就是神的话。神的话成为你生命的根基，生命的准则。所以当神对你说话的时候，就像你知道爸爱你，爸对你说：“女儿，出门的时候外套搭着，不让讨杀。天气冷就搭个衣服啦，不然每次呢穿着太阳出去回来，流鼻水，这样子呢。”我就跟你说，出去穿个外套就好。爸说的啊，所以因为你敬畏爸爸，你爱爸爸，你不会说每次出去都给人家念东念西。不，你心里存敬畏的心，说爸这样吩咐我，我就这样遵守。阿们。因为你甚至爸爱你，你甚至妈妈爱你，所以敬畏没有恐惧，敬畏代表着你心中知道他非常的爱你，但在爱你当中，你心中有一条线，就是他的话，你会遵循。所以敬畏神的人，只要听见神的话，他就遵循。只要听见神的话，他就遵行。但是神的话告诉你的时候，不表示神不爱你，神就是非常爱你，所以把话告诉你。所以圣经说，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阿们。所以神所爱的孩子，神会把他的话放在你生命当中，成为你脚前的灯，成为你路上的光。神的话会带着能力赐福在你所到之地、所到之处。哈利路亚！跟你朋友看得出来，你充满敬畏神的能力，你是敬畏神的人。你会听从神的话语，所以亚伯拉罕听见了神的话之后，他心中说：“神，你要我这么做，我就这么做。即使以撒是我的独生子，即使以撒是我爱的，你要我献为燔祭，那馨香的火祭，我就这么做。”阿们。即使有这3天考虑的时间，我的考虑就是 yes。神你要我做，我就 yes； 神你要我做，我就 yes。你的话怎么说，我对你的话就是 yes。阿们。孩子们，这个世
远离神，所以每次对神的话说 say no， 但是跟你们讲，那个人不是你，你对神的话 say yes，yes，yes，阿门。让掌声献给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他们就到了指示的地方去。到了第3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的看见那个地方，跟你们讲，摩利亚山到了。亚伯拉罕就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而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这时候写童子就是以撒年纪还小，但是以撒即使年纪还小哦，亚伯拉罕就把燔祭放在他儿子以撒的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于是2人同行。走着走着，孩子们，这是有对话的，了解吗？这3天都是这么讲的。现在以撒说：“爸，耶，快到摩利亚山了。”他说：“爸，那个以撒对他父亲说：‘爸。’亚伯拉罕说：‘嗨，儿子，我在这里。’以撒说：‘你看，火跟柴都有了呢。那个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因为他常常跟爸爸在身边，他知道献祭的时候要有火，要有柴，还有献燔祭的羔羊。他深知这一切的礼仪的，所以他走着走着，他说：‘爸，摩利亚山要到了耶，那火跟柴都有了呢，那羊呢？’牧师跟你讲。”如果你看圣经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些人，他有一个叫做过去的回忆，包括约瑟。当约瑟后来在埃及的时候，成为埃及的宰相，他与埃及法老的一个当时的丞相的一个女儿，祭司的女儿结婚之后，生了2个孩子。第一个孩子叫做以法莲，以法莲的意思是我忘了从父家来的苦，意思是说他只要受过苦，他都会记得，只要是受过苦，他都会记得。事实上也代表着我们的人是有记性的，跟他们讲你是有记性的，是有记性的，所以经历的事你都会记得，只是经历的那些事，你如何去面对它、去解释它、去诠释它，就是你的心很重要。如果你知道这是出于神，你的心就会得医治。阿门。事实上每一件事都出于神，所以传道者书说天下万事都有定时，天下万事都有定期，生有时，死有时，所以很多事情有时，战争有时，和平有时，拥有有时，不拥抱有时。阿门。他的 timing， 所以问题是约瑟他走过这一切之后，他经历了这个苦之后，他终于放下了他心中的愁苦。所以第2个孩子叫做以法莲，他说：“神是我在这地长生。”也表示他已经走过了那个难过，现在迈向下一个长生之地。阿门。但是问题是，现在接下来这个经文你会发现，跟我们讲，以撒被绑起来了。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啊！”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我和柴都有，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第8节，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于是2人同行，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这件事情，牧师跟你说，你后来在读圣经的，因为以撒从来没有说还记得。还记得，你曾对我说，要不要当我燔祭的，要不要当做燔祭？他们怎么说？以撒也没有回顾说，当时我爸把我带到摩利亚山，当他后来跟我讲说，我就是那燔祭的羔羊的时候，我就在山上跑来跑去，跑来跑去。后来我爸爸就压制我，然后把我捆绑起来。没有，以撒一生有敬畏的很高。然后他的爸爸跟他说：“孩子，神说我要把你当作燔祭献给神。”以撒说：“爸，我愿意。”他就被绑起来。阿门。所以未来后来我们有看创世纪的时候，你会看到雅各。雅各后来在拉班的家受到很多的难处，10次他的岳父给了他10次的工价。当改了工价之后呢，他离开的时候，后来拉班追上了他，因为拉结带着家里的那个神像走了。就在那个时候，拉班遇上他的时候，他对他的岳父拉班说：“拉班，今天我能够平安的从你离开，是因为我父亲所敬畏我父亲敬畏的神帮助我。”也表示他的父亲以撒是敬畏神的人。哈利路亚。所以你看见这整个敬畏的恩膏是从爸爸传到儿子，儿子传到雅各，雅各传到以撒。
所以神呼召亚伯拉罕，不只是把那个呼召的祝福充满在亚伯拉罕身上，也把那敬畏神的恩膏能力祝福在亚伯拉罕的身上。孩子们，你拥有了亚伯拉罕的祝福，神要把那个敬畏神的能力充满在你生命的当中。哈利路亚！让我们掌声献给耶稣。所以，当我们来到神面前，有这样敬畏的心智的时候，神就开始把那样子的祝福临到我们生命的当中。这时候，亚伯拉罕已经把柴装准备好了，又把以撒捆绑在整个柴上了。就在这时候，就举起刀来说：“儿啊，现在献为燔祭了。”以撒就躺在那个地方，他就举起刀准备把他儿子杀下去。这时候，神出现了，神的使者出现，亚伯拉罕，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人。继续来看，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天主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都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人，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的独生儿子留下不给我。”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亚伯拉罕给那个地方取名叫做耶和华以勒，意思就是耶和华必预备。直到今日，还有人还说，在耶和华的身上必有预备。阿门。孩子，现在末世要说的是，当你把你一生最爱、最好、最棒的献给神的时候，可能所有的人都告诉你，因为你献给了神，所以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但是牧师要跟你说，当你献给神的时候，神必预备，要超出所求所想的祝福，要充满在你生命的当中，要充满在你生命的当中。哈利路亚！牧师16岁的时候去到教会，牧师在从小国小3年级开始打桌球，很认真，活在当下，认真殷勤打桌球，去沙滩跑步。打桌球，去沙滩跑步，打桌球。在学校的中山市呢练习的时候呢，已经回到学校了，还要跑操场。跑完之后呢，去中山市开始练桌球，噼，都练到8点。牧师为什么这个时间你记得那么清楚？每次都这样，8点的时候会唱国歌，你说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唱国歌。这是国旗歌。哒哒啦哒啦啦啦哒哒啦啦，所以不是在国小5年级就打了屏东县的冠军。我在国中的时候就带领我们东港国中拿到了全屏东县的桌球的团体赛的冠军，一进去就冠军了。你知道吗？国中的时候，我国小毕业的时候身高有多高？今天有录影哎，136。上国中会高很多吗？不是跟你讲，一开始也不会高很多。你可以想象，弟兄，不是你站，陈导你站起来，想象这样子，其实到现在真那么高，他就是小时候就高，现在就很高，了解吗？好，弟兄，你们站起来，你们2个站起来，这是我们国中的学长，我是那个选手，了解吗？刚比例大概是这样。每次我走去打球的时候，我就是身高最矮的那个。但是他们叫我走在前面，来，学长到前面来，学长，2个学长到前面来，看看还有没有更高的，来，还有没有更高？来，学长，你看起来很高啊，你的脸看起来很高，你站起来，你呀，手还插这边，你对，你站起来啊，哦，长那么高过来了，你怎样？136还有怎么说的啊？好像我们这个桌球队啊，你了解吗？还有人要进来，那个培训那个跟浩伟要站起来哦。男生就是这样嘛，桌球队嘛，了解吗？那不是长最矮啊。每次呢，我讲我们国中的时候，我的衣服一穿上就到膝盖啊，外套啊，你看冬天到了就到膝盖啊，了解吗？这时候去比赛要去屏东县比赛啊，就从东港坐车到屏东啊。到屏东下车的时候要去仁爱国小啊，或者是公正国中啊、中正国中的比赛，要走进校门口之前，校门口打开这边是那个锦标赛啊，屏东县锦标赛啊。然后呢，学长们说：“哎，你坐前面。”我说：“好。”有点像是那个桌球拍啊，每个都拿桌球拍啊。现在我们要进入礼堂，了解吗？于是呢，我们就晃着这样进入，我就走最前面就对了。学长跟上啊。
部最矮的，走在最前面的，了解吗？这时候又回过来，又走到礼堂，又走到礼堂。哎，前面有桌球桌了，我们准备要练球了，对不对？好，练球。然后呢，我们就这样子走。哎，这个是好练习啊。于是呢，我们就把衣服呢准备行李啊，准备好，要准备在桌球的那个地方要练球了。那么呢，我们学长都长得很高，你知道吗？然后呢，那练球的时候呢，其实学长大家都很习惯了，衣服就开始脱下，因为有外套，对不对？就脱下来，多练习了，对不对？大家衣服脱掉，啊，脱掉，别脱掉了，了解吗？脱掉完了之后就开始练习，他们就2对2啊，跟3啊，对角啊，对角练习，基本上啊，虽然呢，牧师讲的对，但是教什么的，因为他们都在想说，我今年要什么，就是这样。我们这种活动的学长都那么高，他们无论走在路上，大家都眼睛都在那里思考，包括我们，因为我前面，但是只要到桌球台上，就开始我了。事实上，因为也就不是他对面组嘛。所以不是那时候，就在国中的时候，就在我们国中的，我们这一队的就拿到冠军了，耶！冠军成绩，耶！好了，各位弟子，学长们谢谢，冠军，有，签名，耶，签名，耶，签名，耶，好不好？耶！就从国中到高中，每一次比赛所有的表现，后来牧师就拿到了区运的代表权。但是就在那个时候，我是更爱神的时刻，那是我更爱神的时刻。我跟神说：神，既然现在那时候规定，我们的教会就是要礼拜六、礼拜天要守安息日，特别是礼拜天要守安息日。我跟神说：神，我爱你，从现在开始，我礼拜天不比赛。我是我们的区运代表但是我们镇上需要我的时候，我不能打。为什么不能打？因为我要守安息日。所以每次呢，后来我做了这个决定之后，去到球场练球的时候，长辈就说：“你卖个怕，你现在怕要冲啥？”我讲：“我怕啊！比赛你拢还袂使出来。”我讲：“比赛我有出来，我拜六啊。”讲拜六无算啊。因为呢，我们东港呢，在整个屏东县的团体赛里面呢，我们大概都能够打前4名的，了解吗？前4名，也就是说，他礼拜六就是预赛，礼拜天是决赛。礼拜六预赛的时候不用我就可以打决赛了。决赛需要我又不打，那你说我有打跟没有打是不是差不多？怪不得长辈不喜欢，每次去都被责备，你卖个跑，我跑起来了，你卖个跑起来了。但是我就立定心，这样把最好的献给神。我说神，这是你给我的，我怎么知道我这一生能够在桌球上拿到冠军，在桌球上有卓越的表现？是神特别的安排。孩子们，神对你一生的命定，你只要照着神的节奏，在每一个当下认真为主而活。要相信神每一个带领都不是偶然的，能够活在当下，认真的为主而活，殷勤、认真、忠心。好事在后头，没有祝福成就在生命当中。不要以为说啊，牧师，我来到这个学校不是我喜欢的学校，不，那是神为你预备的学校，那就是神为你预备的学校。好好在那个地方认真，千万不要蹉跎你的时间，蹉跎你的光阴，认真学习，用心学习。牧师，我认真学习，你学不会，没有关系，态度对就对了。至少有一天你离开学校的时候，你拥有一个专心的态度。你听了牧师的话之后，每次在学校都打盹的，现在就是牧师说现在不能打盹，于是你就拿着尺头这样吃着，不用太勉强。牧师尺头我听不懂 ，Kito， 意思是勉强自己一定要专心听老师讲话，上课一定要专心。一定要专心。下课虽然一无所获，但是态度对。神会使用你的心智。阿门。我昨天在讲一个好笑，昨天在讲一个见证。百灵教会一个长辈，算是大哥哥了啦，他叫洪斌，现在红海上班，有洪斌同名，对不对？很接近蔡奇亚米亚嘛，是。这个孩子从小爸爸妈妈就是带到教会去，每个礼拜都到教会去，每个礼拜都要去，每个礼拜都到教会去。请问每个礼拜都到教会去的孩子，是不是成绩都很好？对，要讲不一定再次。请问每个礼拜都到教会去的孩子，是不是成绩都很好？答对了，用掌声献给耶稣。就是不一定，这就是正确答案。神就是让我们有时候不一定，但是在耶稣里有出人意外的平安。哈利路亚！这个孩子国小成绩不好，
他说：“牧师，我成绩差到多少？差到偶尔考了80分，偶尔哦，偶尔考了80分，老师会把我叫到，这次他考80分，请起立，大家给他鼓掌。那你就知道我成绩有多差了。好，我讲一个更差的，我国中要考高中的联考，考试前夕，国中考高中哦，考试前夕还跟我的好朋友去撞球，你就知道我成绩有多差，就真的去撞球。”终于那一年的考试，联考放榜，高中联考放榜，没有一所学校录取，没有一所学校录取。他的爸爸跟妈妈看着这个孩子说：“啊，你是别安弄。”后来他们爸爸妈妈就安排他到补习班去。在补习班补习的时候呢，在那边遇到了一个好朋友，而那个好朋友在台北是某一间私立学校的董事的儿子，校董儿子。跟他这个好朋友呢相聚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他的好朋友看不下去了，讲你这个没希望啊，就跟他说：“哦，我看你成绩考成这样哦，我跟我爸讲好了啦。所以这个校董的儿子，我就跟他爸爸讲说：爸爸，我一个好朋友考试拢考袂好，咁袂使骂你啦。联考的时阵哦，你放一个名额给伊啦，名额啦。后来他爸爸呢说：好，我愿意。所以呢，他那一年那个叫做高中联考拿到成绩单的时候。”拿到成绩就直接连看都没有看，就直接跑去那个私立学校报到了，因为人家已经给他一个名额了啦，了解吗？后来打开成绩单才发现，啊，他的成绩可以上大安高工啊！后来有一天，他就跑到大安高工的校门口，我也在等家啊。结果他读哪里？他读私立学校啊！感谢神，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因为这所私立学校的老师已经教得意兴阑珊了，每个学生来，要教就是教了。问题是突然间有一个上大安高工的孩子来到我们学校，大家恢复信心，觉得这个孩子有希望，所以所有的老师都把时间花在他的身上啊。跟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当他高中毕业的时候要考联考的时候，大学的联考、大专的联考，他考了他们技术大学的科技大学的全国第5名，用掌声献给耶稣。他说：“牧师，感谢神，还好我没有去大安，我去大安是吊车尾，大家连看都看不到。但是我刚好来到这个学校，大家都说：哎，这个有机会哦，就把所有的时间放在我身上。结果老师的殷勤的灌溉跟栽培，我在这个地方得到祝福，得到鼓励。阿门。”所以牧师要说的是，前段时间我们在讲一个人的内在生命很重要。孩子在我们生命的当中，神要把他的喜乐的恩膏放在我们生命当中。敬畏神的人都是喜乐的人，阿门。所以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告诉我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要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为我们所定的旨意。所以神这么说，你就心里想说：神，你既然这么说，我就领受。我说 yes yes yes， 我要喜乐，我要喜乐。你只是说喜乐不会有压力吗？不。跟你们讲，喜乐的人还是有压力，还是有挫折，还是会跌倒，还是会滑倒，还是会遇到瓶颈，很多的困难。我所说的是真的是这样子。但是即便如此，我依然要喜乐，我依然要喜乐，我依然要喜乐。哈利路亚！因为我知道我在神的里面有神对我的计划。我在不管外在的环境，我紧紧的依靠神，我向前迈进；我紧紧的依靠神，我向前迈进。阿门。所以哈巴谷书怎么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橄榄树不结果，葡萄树也不出粮食，田中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也没有牛了，什么都没有了。但是我要因耶和华而欢喜。阿门。哦，你说我不是欢喜的人，样样都有。即使样样都没有，也依然很欢喜。因为神跟我说，我要常常喜乐，我要不住的祷告，我可以凡事谢恩。哈利路亚！所以喜乐的恩膏、喜乐的能力要充满在每个弟兄姐妹的身上，这是敬畏神的能力。哈利路亚！弟兄姐妹，敬畏神有2种喜乐，或者是敬畏神的人，他在整个喜乐的引导里面，他内心里面，事实上神赐给我们有2种喜乐，一种喜乐叫做单纯的喜乐，把它写下来。常常喜乐就是单纯的喜乐。你因为有就感谢神，你每天睡醒看到太太就感谢神，看到女儿就感谢神，有这个女儿真好。这女儿不是谁来欢乐的，
阿门。很多长辈讲，我生的这个是安怎？等下起来我就底下烦恼。不，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蒙耶和华的赏赐。阿门。要为着你的女儿跟你在一起的感谢神，哈利路亚。神给我们的一个单纯的喜乐，什么叫做单纯的喜乐？你小时候跟你的好朋友骑着脚踏车出去，心情就很喜乐，有没有很喜乐？你有时候到我们的雅琪要去买盐酥鸡在吃的时候，有没有很喜乐？有。或者是你刚好更乡下的，刚好吃到科学面，有没有很喜乐？有。那就喜乐了，干嘛不喜乐？这个就是单纯的喜乐。但是在我们成长的过程，我们后来有一个叫做有目标的喜乐，意思是我有一个目标，我只要达成目标我就喜乐。但是假如我没有达成目标，我都觉得我目标没有达成，我不喜乐。牧师可以说，我们应该有单纯的喜乐，也应该有目标的喜乐。但是当你长大的时候，千万不要让有目标的喜乐取代了你原本就有单纯的喜乐。阿门。这个孩子把他养长大，每次你心中说你为什么比赛考高？他如果考高中，他鼓掌，意思是有目标达到了，对不对？但是问题是考70分又怎么样？她是我们的女儿啊，我们还是要爱她。有这个女儿在身边，我就好开心哦。阿门。即使考24分也没有关系。前段时间网络有一个24分的笑话，有一个女儿拿着她考卷24分给爸爸说：“爸爸，我考24分。”这个爸爸很有 EQ 哦。他说：“考24分是你的事哦，我干嘛因为你考不好心情不好？”很多时候我们做家长的，把孩子考不好的那个压力重担放在自己身上，那是他的事。但是我们做父亲的已经尽我们所有的给他了，阿门。所以考24分是你的事啊，我干嘛因为你考不好我心情不好？我心情也很好，好了。所以做爸爸这个爸爸 EQ 就很棒，所以你要有这种想法，阿门。当孩子回来，小明回到家说：“爸，这次我考这个成绩，你下次如果还考这个成绩，你不要叫我爸。”隔天，小明又拿一张成绩单回来，不晓得怎么讲。门口一打开，看到爸爸就在那边。大哥，我回来了。不要让你的儿子叫你大哥啊！要叫爸就叫爸。所以，当你有神的话，你对神的话就是yes。一个敬畏神的人，神为他预备一切所有。阿门。所以，第一个，当你敬畏神，神会为你预备。你很想把最好的献给神，但是神会把最好的还给你。后来，牧师就来到了高中毕业之后，来到神面前。之后我就去当兵。当兵的时候，我们的部队就选拔陆军的那个叫陆军的选拔，333师的选拔。那时候我心里想说，哇，选拔哎！但是事实上我对这题我不知道，是我们连部如果当过兵的人都知道，有参山。参山是负责作战训练，他就把那个通知单给我，直接已经传我学长。我说什么事学弟？他说学长，那个师部啊要举办桌球选拔，我已经帮你报名了。说这样啊。你已经帮我报名，我在部队里面很少打球的。他说有啊，上次你跟辅导长打球的时候我看到啊，跟辅导长打球，我跟我们辅导长打球的时候用右手，因为但是我最厉害的是左手。他竟然看见我右手跟我辅导长打球，还帮我报名了，你就知道有多恩典。在神在人面前得恩宠，了解吗？连我右手跟我辅导长打球还能被推荐。后来我去比赛的时候就不是用右手了，我比赛就用左手了，就这样打到我们师部代表队的那个冠亚军。因为我们呢准备要选拔2位，于是我就打到 A 组冠军，另外一组是打到 B 组冠军，所以我们2个已经正式录取师部代表队了。但是呢，跟你们讲，千万不要太骄傲。一山还有一山高。圣经说，那骄傲的会被降卑，谦卑的会被高举。阿门。我那时候太骄傲了，我心想上篮高壁，啊，上篮高壁，啊，这里面我一看，我打到 A 冠呢，他是 B 冠呢，来，看谁厉害啊！结果比赛的时候，我打过去，他挡回来啊，我戳过去，他也挡回来啊，我长攻，他攻回来啊，说主啊，
第一局比赛一结束，要交换场地，那个裁判在这边，坐比较高的裁判在这边。我走过去的时候，像圣灵的风，圣灵像风一样，就这样嘘，就感动我。我心里知道，若不是神帮助我，我可能没办法打到 A 组冠军，因为这个人那么强，他的名字只要放在 A 组，我就不可能打到 A 冠，我顶多打到 A 组4强，就是 A 组的冠亚军。我输了，我就不能 A 冠。感谢神，128个人，他那边有64支签，我的签刚好没有在那一组。如果在那一组遇到他，我也是什么时候打到他，我就输了，也不能拿到冠军。神把所有的高手都放在 B 组，每个遇到他都输了，把所有的那个咖放在 A 组，以至于我能够一个一个打败他们，而获得了 A 冠的名额。于是牧师就打桌球。那打桌球，我们代表33师打第8军团，我们打了第8军团的冠军。打了冠军以后，我们要代表第8军团打陆光杯，我就打到退伍前7天才回到连上去。神的恩典充满在每一个为他摆上的孩子的生命当中。对你的一生来说，你把最好的献给神，好像这个事情已经失去了，还是想把最好的祝福连到神的里面。耶和华以勒，神必为你预备，神必为你预备。让我们掌声献给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第二个祝福，刚刚已经牧师说了，一个敬畏神的人，他就是个喜乐的人。敬畏的意思是你心中一个线，那个线就是神对你的话。你听了神的话，你跟神很亲密，你跟神非常的亲近，非常的轻松。但是你知道，爸爸在讲话的时候，你要注意听，洗耳恭听。所以爸对你说的时候，要常常喜乐，你就常常喜乐。哈利路亚。第三，一个敬畏神的人。即使你遇到任何的环境的时候，你会保守你的口，你深信好事在后头，没有的祝福要充满在你生命当中。阿门。约伯记把它记下来。约伯记记载，约伯是敬畏神的人。在约伯记第1章、第2章都有描述他所遇到那个恶事。当他遇到这些恶事的时候，圣经记载约伯在一切的事上不以口犯罪。阿门。所以，一个敬畏神的人会保守你的口。而这个口也代表着你的心，因为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12章13节、34节还是43节？马太福音12章34节，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来呢？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心里所充满的，如果你跟一个人在一起，他说啊唱啊，你就知道他心里想的是唱。如果你每次跟他在一起都嗨呀，你就知道他很嗨呀。但是每次你跟他在一起，他充满信心，充满信心，充满盼望，充满喜乐，因为他心里这么说，他心里这么想，就从口里说出来。阿门。另外，有一天，我们教会里面，不是我们教会，在学校里面，有个同学跑来跟你说，叫什么名字？魏明，我跟你说，不是我说的，是别人说的哦。他说你怎么样哦？牧师跟你讲，就是因为他心里想这么说，所以告诉你，不是他说的，是别人说的。事实上也是从他说出来的，因为他想说，所以从心里想说，就从他口里说出来。别人都没有告诉你，别人说的，只有他跟你说，别人说的，因为他这么想。了解过这意思吗？每次都是又不是我说的。说的，啊，他说的，你干嘛说？是他说的，你干嘛说？这样啊，对，因为你想说就说出来，你没有保守你的心，因为你心里所充满的，就从口里说出来。阿门。遇到那么大的恶事，一个敬畏神的人，约伯什么都没有了，连身体免疫系统都失去了。后来研究为什么约伯能够从头到底都长脓疮。那个叫做蜂窝性组织性蜂窝炎，蜂窝性组织炎，厉害，有微笑就对了。还有反应啊，所以免疫系统失调了，已经那个恶事压到约伯压那个阶段，整个免疫系统都失调了，都没办法了，他依然不以口犯罪。
连他的太太都跳出来跟他说：“约伯，你这样子跟近神，你这样子敬畏神，难道神让你遇到这样子，你死掉算了吧？”这时候约伯不是跟神讲，是跟他的太太讲说：“你这渔网的妇人，去卖渔网吧。”没有没有，卖渔网有讲啦，是说你这渔网的妇人啊，我空空的出母腹，不是空空的回去吗？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犯罪，也不冤枉神。阿门。刚刚有渔网的妇人出现吗？已经在那里，哪里？再往前。约伯就对他说：“你说话像在卖渔网一样。难道我从神手里得福，也不受祸吗？”在这一切的上，约伯不一口犯罪。一个敬畏神的人会保守他的口。孩子，你的口要怎么样的口？他说：“一句污秽的言语。”以弗所书4章告诉我们，污秽的言语一句都不可出口，凡事要说造就人的好话。阿门。跟你们讲，我看得出来，你是敬畏神的人，会说出好话，鼓励的话，平安的话，积极的话。阿门。我本来要再讲信心的话，但是信心放在哪里？哥林多前书13章13节告诉我们：如今长存有信、有望、有爱，而且以爱为最大。阿门。也表示这是长存的。所以，请你说出爱心的话，请你说出信心的话，请你说出盼望的话语。哈利路亚！用掌声献给耶稣。有一个长辈。他创业的时候，他跟神说：“神，你那么爱我，我把我的公司献给你。”而这个长辈现在的公司是1600多人的公司。当这个长辈还没有创业之前，他历经了人生非常多的苦。他南部人，到台北去台北工作。那时候他带着神的祝福向前迈进。他说：“神与我同在。”他跟我回顾他的一生，他不是一开始就当董事长的。但是既然他当董事长，他回顾神的恩手在他的身上，施恩的手在他的身上，都感谢神。他跟我回顾分享说，从台南到台北去工作的时候，他第一个在台北所睡的地方是他们公司的仓库，还不是员工宿舍哦，是睡仓库。后来历经艰难，搬了17次的家，但是因为神把那个敬畏的心放在他身上，他说：“神，我不以为苦，我爱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曾经被人家倒位，他曾经与人合作，被人家卷款而逃。他说：“神，我依然要紧紧的相信。”阿门。他不一口犯罪，于是神使他手中所做的工有100倍的收成。从2、3个人开始创业，到现在已经有员工1600多人了。哈利路亚！他敬畏神，神就加倍赐福他。孩子，保守你的心，要保守你的口。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心里所想的从口里说出来。阿门。也代表着你的口代表你的心，而你的心成为一生的果效。哈利路亚。约伯后来发生什么事？因为他是敬畏神的人，所以约伯保守他的口。约伯记，因为他在一切的事上不一口犯罪，后来上帝就使约伯更胜以往。阿门。跟你们讲，这祝福是你的，你会更胜以往。会更上一层楼，会青出于蓝更胜于蓝，拥有更好的祝福，更美的祝福，更丰盛的祝福，更加倍的祝福。阿门。约伯记42章第10节，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耶和华就使约伯从苦境转回，并且耶和华赐给他的比他从前的所有的加倍。哈利路亚。爱神的人不会遇到苦境，这是约伯遇到苦境，但他不一口犯罪。阿门。神说：“孩子，我要让你从苦境转回，让你从苦境转回，让你从苦境转回，还要加倍赐福给你，还要加倍赐福给你。”哈利路亚！用掌声献给耶稣。哈利路亚！跟你旁边说，这祝福是你的。阿门。一个敬畏神的人，神要他的生命能够得到神的保守。他的寿数会得到延长，神要医治他，
大能要充满在生命的里面。列王记下20章1到第11节讲到西西家，跟你旁边讲有一个王叫做西西家，快要死了。所以列王记下20章第1节到第11节讲到那时西西家病得要死，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去见他，对他说：“跟你们讲，先知出现了。先知代表的神对西西家说话，所以他就到西西家的面前。所以阿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去见他，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当留一命于你的家，因为你死定了，不能活了，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西西家就把脸朝墙，祷告耶和华。孩子，你听见了先知对他说的这个话？西西家生病了，病得快要死了。这时候神还差遣先知以赛亚去跟他说：西西家，神有话对我说，你死定了。对，圣经就这么说的。西西家没有起来，从的，你搞一下咪我我没看那个老公拍小戏。跟你讲，西西家没有这么做。西西家没有这么做。当他听见了以赛亚的话，因为他知道以赛亚从神来，他把脸转向墙壁，而这个墙壁不是面壁思过。他把脸转向墙壁的时候，他在跟神祷告。阿门。他怎么说？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跟你旁边讲，西西家是敬畏神的人。他说：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又做你眼中看为善的事。讲完，西西就哭了，西西就痛哭。结果你知道吗？当他把脸转向墙壁的时候，西西家在神面前表达对神的敬畏的时候，神的能力立刻临到了以赛亚，跟以赛亚说：以赛亚，现在你回去。我是先知。你刚刚不是跟我说西西家死定了吗？干嘛要人家这样子做？讲错话。他死就让他死，干嘛毁了我先知的名誉？先知不是讲出去都不会错吗？主啊！他说：赛亚，你不要乱讲话。现在我叫你回去，你就回去。阿门。所以以赛亚就回去了。以赛亚就回去。第4节，以赛亚出来，还没有到中院，意思是刚离开了门，难道还没有到中院？耶和华领导他说：你回去告诉我民的君西西家，耶和华你主大卫的神如此说：我听见你的祷告，看见你的眼。孩子，你是敬畏神的人，神一定会听见你的祷告，神一定会看见你的眼泪，神会听见你的祷告，会看见你的眼泪。好事在后头，在你生命所发生的每件事情，一定会否极泰来。阿门。因为你敬畏神，跟你们讲，这祝福是你的。哈利路亚。所以他说：耶和华你主大卫的神如此说：我听见你的祷告，看见你眼泪，我必医治你。到第3日，你必上到耶和华的殿，我必加增你15年的寿数，并且我要救你和这城脱离亚述王的手。我为自己和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这城。他就说：阿门。所以你看，先知以赛亚，如果你读过神学，你就知道最大的先知以赛亚，他跟西西家说：你死定了。结果走到中原，什么，叫人跟你讲，叫人跟你讲来讲去是别人讲。跟你们讲，以赛亚这样子。神说：你去对我的民君，你对西西家怎么说，他就这么说。当他离开，神又告诉他说：你要这么说，他又回去这么说。因为神要说，我就说。阿门。但是因为西西家的敬虔，神就医治了他，使他寿命能够延长。哈利路亚。亲爱的弟兄姐妹，去年我的妈妈生病了，我的妹妹打电话给我的时候说：哥，妈生病了，我好担心。我心里说：神啊，我牧会10几年来，你让我的妈妈不用跟她舞这个那破病个大医啦。所以当我听到我的妹妹打电话来的时候，我立刻跟我的慧明牧师说：太太，妈妈生病了，我说赶快回去。等，但是我礼拜3有服事，礼拜4有服事，礼拜5服事，礼拜6有服事。我说这个我来处理，你赶快，妈妈生病了，你赶快回家，整理好。事实上，所有的事我来处理，我来负责。
所以会牧师这样一讲完，我就把他交代事交代他，我就心里弄一弄，就赶快往我的家去。当我回到我的故乡的时候，我连我的家都没有去，因为我妈妈住在医院。对我来说，我的妈妈在哪里，哪里就是我的家。如果我妈妈现在在医院，医院就是我的家，所以我就立刻到医院去看我妈妈。我的妹妹已经跟我的妈妈说，哥哥会回来。我妈妈知道我的脚步声的，你知道，你走到一个阶段，你都知道谁在走路。你们在学校里面啊，跟地理老师，如果地理老师走路都这样，你就知道地理老师来了，大家注意，了解吗？如果你们英文老师是这样，你就知道是英文老师来了。连脚步声，你熟到一个阶段，你都知道谁来了，了解吗？当我的妹妹跟我的妈妈讲说哥哥会回来的时候，我妈妈就在等候我，在等候我，在等候我。所以当我来到医院的时候呢，电梯打开，我就咕咕咕走进去的时候，双人房，我的妈妈就说：“我囝来啊！”我走进去，我的妈妈说：“哇，我妈妈亲的啦。”她跟我说：“我要来住院的时候，邻居都跟我讲，我只要看到你我就好了。所以我现在我看到你我好了。”我说：“等一下吧，等先跟我讲啊。”所以我就请医生来跟我请那个描述一下妈妈的情况。我说：“张先生，妈妈呢？这个状况呢，她哪里有感染啊？要做一些抗生素，我们已经做治疗了，所以至少要等5天呢，类似这样。”我说：“妈，这样也好啦，因为你在家就照顾我弟弟的2个儿子哈，一个女儿，1个儿子啊，2个孩子啊，也其他头那个多了，哦，你就在这边好好休息一下，我陪你呢，哦，我陪你。”我一讲完，我弟弟就带着我那2个孙子来了，阿妈，佮给你蒙成跳啦，你看我个，我讲你也是老弟朋友，可能啊，你等于怎么下来跳啊？感谢神的恩典，从牧师小到现在，小时候妈妈就睡在我旁边，呵护着我，爱着我。曾几何时，我都没办法睡在妈妈的身边。就这一次，她生病了，我能够睡在她的身边，虽然是睡在医院旁边，睡在医院里面。阿门。这几天跟妈妈睡在一起的时候，她当然睡大床，我睡小床啊，睡在床的旁边。有一天呢，妈妈还说：“我怎么不动腰呢？”我还带我妈妈去创全部的历史。凌晨2点吃宵夜。妈妈去年生病生到那样子，大概4月的时候，因为真的那个病，以至于端午节就没办法打爸掌。到去年年底的时候来到台北，我都带她去马偕医院看的时候，还是人非常的疲惫。那囡仔走到一个阶段说：“我怎么不都要想要吃肉粿？”我说：“肉粿是咱东港搞有你啊，你台北有碗粿啦，无肉粿啦，我就是要吃肉粿。我妈，我这边在找。”所以去年年底，我妈妈的习惯就是安尼呢。感谢主，神的医治在妈妈的身上。今年端午节的时候呢，妈妈打电话来说：“儿子，今年你要不要吃肉粽？”我跟妈说：“妈，你人我好尔，你慢点放的啦，我已经要放啊啦。”我说：“操！我是问你要吃无尔。”我说：“安尼啊，安尼个啊，你若要放，我走行来啊。”我妈妈一口气给我寄200粒啊！我领到那一箱肉粽的时候，就打电话说：“妈，你搞这么做，我连去年都在你放来啊！”用掌声献给耶稣。孩子，你相信敬畏神会带来医治、健康的祝福，敬畏神会带来长寿的祝福，要充满在每个弟兄姐妹的身上。哈利路亚！跟你们说，这祝福是你的，天不要大大的祝福你。第4个，把它写下来。敬畏神不只是你蒙福，你的后裔也会蒙福。申命记5章29节，申命记5章29节，神的话这样告诉我们：惟愿他们存这样的心，敬畏我，常遵守我一切诫命。孩子，什么叫做敬畏？因为你知道神爱你，叫阿爸爱你，天父爱你。所以你看，敬畏后面都会带来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遵行我的话。所以你爱神，你知道爸爱你，你就把他的话当 yes， 阿门，遵行他的话。这个世界试着偷窃我们对神的信心，对神话语的尾声。这个世界都说这个话不是神的话，不是跟你说，圣经就是神的话。凡是出于神口中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阿门。你宁可相信神，也不要相信他的话。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大家都掌声耶稣。申命记5章29节，这个经文很短，听到了，大家一起来念，为愿预备，请。所以你看见敬畏神的恩典，不是只有临到你生命当中，也临到你的子孙里面。哈利路亚！所以当你敬畏神的时候，你就要对你的孩子、对你的孩子、对你的孙子的未来要放心，因为你敬畏神，神必赐福你的孙子、你的后裔。哈利路亚！跟你们说，这祝福是你的。去年、今年年初的时候呢，我们收到了台北私立那个国小的音乐班的考试。那张素雅呢，从小学钢琴，但是对我来说，学琴的目的不是要考音乐班，学琴的目的是要服侍神。牧师对我的2个孩子张素雅、张丽雅有一个目标，他一生有3音的训练，3音。牧师，你讲的3音是小音、中音跟大音吗？不是这种3音的训练。牧师对这2个孩子一生的计划，3音的目的就是要学好英文，学好音乐，要来传福音。所装备的就是要服侍神，英文、音乐、传福音，3音。后来呢，拿到了简章，会牧师说，既然孩子有学琴，就让他去考啊。所以呢，张素雅呢，我们就帮他说，哥，有音乐班考试，你来考一下，你来考一下。他说这样啊，就准备考试了。考试那一天，来到了古亭国小，台北古亭国小，一进去，因为他是读东华国小，现在到古亭国小去，所以到古亭国小，哇，爸，这里好美哦。儿子今天考音乐班，你干嘛欣赏风景呢？我们是来考音乐班的，不是来欣赏风景的。爸，你看有水池，都冲鬼了。哎呦，有蝌蚪跟小鱼。我说，在你们学校也有啊，这里不一样。我说不一样。儿子，我们这边来考音乐班的，不是来欣赏风景的啦。说，爸，我看一下，好，看一下，好，然后沿路就说，爸，这里好美哦。儿子，我们是来考音乐班，不是来欣赏风景的。我们做父亲的哦，都是目标导向。那儿子那么单纯，每次我们这2个赢，了解吗？跟你们讲，让孩子快乐就好，他开心就好。有时候有我们长辈的目标，反而让孩子跟我们的关系疏离了，千万不要因为这样子。阿们。每次回来想要跟你黏在一起，赶快写作业啦！要来抱你，阿布妈妈，等一下，你到底今天作业有没有写？你看，他要塞奶，你都不给他塞奶，然后就把他推到外面去，说把他写作业，每次把他推给功课。前段时间我去辅导一对夫妻，他们是会计师夫妇。然后我就说，来跟牧师分享，你跟你2个女儿的互动怎么样？我说是成功，他们2个人现在长大了，我们竟然中间是空窗啊！我能记得与他的互动都是在读书，他回来我就叫他去读书，他一回来我就叫他去读书，他一回来我就叫他去读书，太可惜了。神要让我们儿女在身边，是要常常跟我们在一起，快快乐乐。阿们。要享受这种儿女的互动。他一生有神的命定，他成绩可能是最差的，但是是最丰富的。他有神的恩典，有神的恩宠。阿们。所以做父母亲的不要太目标导向了。但是那时候，哥，我们乃是考音乐班，不是欣赏风景。但他走进都茂的古亭国小。这时候我们哥哥说：“爸，你看那边有溜滑梯。”我说：“拜托，这边是报道处啦，等一下。”他就开始给我跑了，跑超长。你都知道我这个爸爸看到在跑，我就跟着跑。儿子，我们是来考音乐班，是来这边运动。等到周围来之后，报道完，人家都在那边。他说。爸，我现在在这边做什么啦？我说你来考音乐班啦。上午呢，他就进去了。好，考完数科，
上我的树哥，然后就出来，儿子考得怎么样？我都很开心啊，我那时候都微笑啊，这样啊，我好像有弹错。弹错不重要，微笑很重要。那个是舞台的风格，了解吗？大将之风，弹错了，你不要，就站起来，在国家乐，弹错，没有人听得出来，人不多，了解吗？下午呢，因为那个下午要考那个另外一个乐理啊这样的课程，就回去了。回去呢，下午弟弟下课了，于是下午要去考试的时候呢，下午的课呢要去考试，连弟弟都来了，弟弟就拿着那个叫做滑板车，就那边溜，那边溜。我说儿子，我们是陪哥哥来考音乐班，不是来溜滑板车的。他说爸，等一下，就这样溜。为什么要这么描述？我觉得这次的音乐考试对我们来讲，好像在郊游，就是这样。明明是很紧张的音乐考试，我们家弄得好像在郊游一样。还溜到老师那边说：“你们在做什么？”什么？每个音乐班的家长都那么有涵养、优雅，坐在那边，只有我们家的儿子，等一下，啊！后来音乐班考试放榜了，他竟然考上了，掌声献给耶稣。申命记5章29节说：“惟愿他们存这样的心，敬畏我，常遵守我一切的诫命，使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永远得福。”孩子，你敬畏神，神会借着你祝福你的孩子的。所以重点，你做父母亲的不是孩子他成长的多么好，是你有没有敬畏神。你应该留给孩子的产业，就是你敬畏神的产业。阿们。得时不得时，我们都爱神。家里困难的时候，我们也爱神。孩子的人生的旅程，有遇到困难，他会想起爸爸过去曾经遇到困难的时候，如何爱神，神使他否极泰来。阿们。他不是学到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在抱怨，为什么这个？后来你问他说，为什么你遇到恶事的时候，你会这样子反应？因为我爸过去遇到恶事也是这么反应的。不，是为什么遇到这个事，你还没有那么样的反应？是因为我爸也是遇到恶事的时候，他就祷告，他亲近神，他爱神，阿门。他不一口犯罪，他保守他的心智，阿门。所以把他金钱的恩膏接着传递下去。一个敬畏神的人，不止他自己蒙福，连他的后裔都会蒙福。跟你们说，这祝福是你的，天不要大大的祝福你。最后一个，终于要到结束了。第5点，敬畏会带来金钱。约伯记15章第4节，约伯记15章第4节，当约伯与他的好朋友对话的时候，牧师要说，有一天你如果读约伯记的时候，你千万不要以为约伯的好朋友他们不敬虔，他们都是非常敬虔的人，只是因为约伯现在遇到了恶事，他们心里想说，约伯你为什么遇到恶事？他们说了非常多神的作为、神的特质、神的名、神的原则，所以这个也是神的原则的一部分。所以你看，圣经没有说你的朋友说的这些好朋友跟约伯议论的时候，没有说他们议论的都错，不是，是他们议论的没有约伯好。他们谈论我，没有谈论的约伯谈论我好，所以他们都在谈论神。所以有机会在打约伯记读完的时候，你会觉得他们都在诉说神的作为、神的特质。就在这个地方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话，他说：“你是背弃敬畏神的义，在神面前阻止敬畏的心。”这个经文你把它记下来，意思是当我们背弃敬畏的义的时候，我们的想法失去了敬畏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就失去了敬虔。但是又或说回来，你保守自己的心，对神有敬畏的时候，你就有敬虔的心智。哈利路亚！所以这边讲到了，你岂是背弃敬畏的义，在神面前阻止敬虔的心。那么另外一个意思是，有一个敬畏，当你有敬畏神的时候，你就有敬虔，意思就是这样。Amen。跟我们讲，这祝福是你的，我看得出来。
你有敬畏神的大能，充满敬虔的心。阿门。所以孩子们，当我们敬畏神，我们就有敬虔的心。请你翻开提摩太前书第4章。提摩太前书第4章第7节到第8节讲到，再次提醒我们话语很重要。提摩太前书4章第7节到第8节，你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在敬虔上操练自己。为什么这个地方在讲敬虔？因为你的话，牧师已经说过了，你说出来的话代表你这个人。当你的好朋友、你的同学在讲一些负面的话、世界的话的时候，你要说出敬虔的话。阿门。不要学习人家这么说。如果有人让你笨，你每次说你更笨，你干嘛回应他？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学校不是，那都是口头禅，对，很多口头禅。但是问题是，不是每一个口头禅都对，甚至是很多口头禅都没有那么好，了解吗？所以要在敬虔上操练，一把是你要保守你的口，对的话你才讲，不对的话你就不要讲，了解吗？比你强，我比你更强。哎，你很弱，你比我更弱，干嘛这样啊？所以牧师说的是，要弃绝世俗的言语和老人方面的话，所以要在敬虔上操练自己，有敬虔的言语。阿门。圣经告诉我们，敬虔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为今生和来生的益处。跟我们讲，这祝福是你的，我看得出来，你会在敬虔上操练自己。什么叫做操练？操练就是做你做不到的，叫做操练；做你做不到的，叫做操练。我们当中有些人，我看起来胸肌很发达，一定有去健身房练过。当你去健身房练过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要把你的体型练得更好。教练会说，你先跑步，他就跑步了。你最多那个叫做有一个叫做升降的抬的，他就说你平常都抬几下？他说我抬20下。好，那你抬20下，因为你平常就做20下。为什么你做20下？大概20下是你的极限。结果当你抬完的时候，教练说，那再多抬10下。多抬10下就是操练。之前的只是你的能力所为，后面你做不到的你要再做，那就是操练。所以敬虔的操练就是做你做不到的。你说我爱不下去了，神说孩子我爱下去。我忍耐不住了，神说忍耐下去。我不能够包容了，孩子包容下去。阿门。那就是敬虔操练。我想不出来了，孩子常常喜乐。一个敬畏神的人，他就拥有敬畏的心、敬虔的心。我祝福我们在座所有的年轻人，你的一生在神的敬畏神的呼召的当中，你不只是拥有一个敬畏神的恩膏，你是榜样。提摩太前书4章11节这么说，继续接下来，因为你有敬虔的操练，所以神这样叫祝福你。这些事你要吩咐人，也要教导人，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再次提到言语，你的话很重要，话是榜样，行为、爱心、信心、清洁，都做信徒的榜样，都做与你相遇的人的榜样。一个敬畏神的人，他会有敬虔的心。孩子的恩膏已经在你身上，牧师深信、确信，你无论到哪里都可以做榜样。跟你朋友说，你很重要，你是关键，你是榜样。阿门。牧师深信，神把那个恩膏放在你生命当中，让你能够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可以做榜样，因为你拥有敬畏神的心，你有敬虔的心，你有敬虔的大能，敬畏神的大能。阿门。不管你的人生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从今天开始，我们是要鼓励你，把你最好的献给神，就像亚伯拉罕把以撒献给神一样。你有可能把最好的献给神，你以为这个最好的献给神已经什么都没有了。牧师跟你说，神必预备，而且超出所求这样的恩典，要成就在你生命当中。牧师要鼓励你，
把最好的献给神。要在神的话语当中，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不要一口犯罪。遇到恶事的时候，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神会叫你从苦境转回，会加倍赐福给你。第四，金钱带来的恩膏不只赐福在你生命当中，也祝福在你的后裔里面。所以，当爸爸妈妈在座已经当爸爸妈妈的，我是要鼓励你，不要把焦点放在孩子的学习或者成绩上面。再讲，不要把焦点放在孩子的成绩，要把焦点放在孩子与你的互动。神把这个孩子放在你家，不是一天到晚只有读书，要陪着他成长。不要最后把他交给安亲班，你要陪着他成长。但是你说牧师，那有去上安亲班怎么办？还是可以去，但是不要去太久。前段时间，另外一位长辈是董事长，我就跟他说，孩子长大了，要准备升高中了，现在几点出门啊？说牧师，现在每天早上6点出门，什么时候回来啊？晚上9点。再来呢，9点洗完澡就进入房间里面。那你一天跟他讲多少话？牧师，卖公恭维了，你看嘛，看我找文间，太可惜了。神就把儿子放在你身边，你一天看到不到10分钟。所以我就鼓励这个董事长，跟他说：从现在开始你不要这么做。孩子回来就去抱他，给他秀秀，儿子辛苦了。要睡觉之前去他的房间，陪着他，为他祷告，说主把我的儿子交给你，智慧与他同在，智慧、聪明、知识充满在孩子的身上，一生在你的手中，让他没有恐惧，没有担心。牧师跟你说，我们在座的家长，如果把我们的孩子推向学业，他会受学业的辖制。他一生如果在学业上面没办法卓越表现的时候，他会恐惧，他会害怕，他被捆绑住了，因为他会以为爸爸爱的是我的学业。不，这个孩子不管他表现的好没有，都是我们的儿子，是神赐给我们最好的孩子。阿们。我常常跟张水雅说：“张水雅，我跟你讲，你考得多差都是我儿子。”阿们。永远都是。在座的每一个孩子，牧师要说，天父，不管你表现的怎么样，你永远都是天父的孩子，你永远都是天父的孩子，天父永远都爱你，永远都爱你，永远都爱你。哈利路亚！神对你的计划，当你回到神的面前，走在神的计划里面，神的计划一定会实现，神对你的命定一定会成就。阿们。孩子，当你遇到挫折、遇到为难的时候，千万不要妄自菲薄，千万不要小看自己，要有神的眼光，因为天父爱你，不是你表现好才爱你，即使你表现的不好，他依然非常的深爱你，你永远都是他的孩子。路加福音15章讲到浪子的故事，就是这么说。当二儿子把所有的财产拿出去的时候，挥霍，什么都没有，甚至去照顾那个地方的，因为遇到饥荒，照顾那地的猪，连想吃猪所吃的豆荚也吃不到的时候，圣经描述说这个孩子已经什么都没有了。圣经描述这个孩子什么非常的残破，破碎不堪。就在这时候，他想起了一个爱他的爸爸，他回到爸爸面前。其实他的爸爸根本就不 care 他孩子怎么样，因为爸爸什么都有。Amen。所以当他孩子回来的时候，这个爸爸就跑去拥抱他，去亲他，去接纳他，把孩子身上所失去的全部都恢复回来。孩子，天父要这样爱你，你过去所失去的，天父在永远会恢复回来，永远会充满在你生命的当中。你可能你说哦，牧师，我做了错事，牧师要跟你说，回到神面前，回转向神，一切都会恢复回来。
神的祝福、金钱的恩膏、能力、恩惠，要充满在我们每个孩子生命当中。哈利路亚！跟你旁边说，你充满金钱的恩膏，敬畏神的能力，天父要大大的祝福你。用掌声献给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起立，一起来敬拜神！哈利路亚！